食住其實差唔多，廣東旅遊更超班。大家好，我係廣東旅遊嘅思思，今日同大家介紹 CMC 003中山澳門兩天。我哋早上8點半喺福田口岸11號門外邊集合，9點半喺深圳灣口岸集合。集合完畢之後，我哋會開車前往珠海拱北，喺拱北過關去到澳門。喺澳門嘅話呢，午餐同埋晚餐都係自理嘅，咁會安排大家去睇2025年全新開業嘅水舞間重本包景觀席位置嘅，咁等大家去觀賞一場全球最精彩嘅水上匯演。晚黑8點鐘喺拱北關口集合，之後會前往酒店入住嘅係2025年全新開業嘅準4標準柏頓園世紀公寓酒店或者同級嘅。第二日喺酒店享用自助早餐，我哋會去到咀香園餅文化博物館參觀遊覽，了解中山杏仁餅嘅文化。中午飯會安排喺烏魯伯私房菜食岸位上嘅刺湯花膠雞同埋岸位上嘅石岐乳鴿，之後會去到當地人氣最旺嘅市集參觀嘅。參觀完畢之後，我哋會返程返到深圳嘅關口。咁如果大家對呢一場水上匯演感興趣嘅，亦都對我哋中山嘅飲食文化感興趣嘅，歡迎大家叫上親戚朋友一齊嚟報名啦！